大家好，歡迎又嚟到 JW 檔案。喺過去半年，好多人都對中國嘅局勢睇唔通啊！軍方、政府高層接連被整肅，海外有唔少人評論，習近平連軍隊裏面佢自己人都反對佢，顯示佢係大權旁落。咁但係睇返基本嘅公開資訊，完全睇唔到習近平有失勢嘅跡象。反而我哋會問，點解要喺特朗普訪華之前，北京要公布李尚福同埋魏鳳和嘅判決呢？從另一個角度嚟睇，係唔係顯示咗習近平權力穩固？佢要喺特朗普面前顯得更加有自信呢？喺過去2年，海外不斷有傳聞話，美國之所以對中國火箭軍嘅部署了如指掌，甚至連飛彈陣地嘅座標、燃料裝置嘅細節都了解得一清二楚，係因為解放軍高層內部有人向美方漏料。根據英國金融時報之前嘅報導，呢種情報洩漏嘅細緻程度，令到北京感到極大嘅威脅。所以喺特朗普落機前公佈前國防部長李尚福同埋魏鳳和嘅重判，明顯唔係大權旁落，啱啱相反係顯示習近平掌控一切。今次習近平係用強硬嘅手腕向特朗普展示，美國喺軍隊內部嘅線眼已經拔除，咁樣可以喺談判桌前面顯示佢嘅籌碼。唔單止係軍隊內部，整個中國社會喺過去幾個月，保安政策緊縮到一個準戰時狀態。國內翻牆工具出現史無前例嘅大規模停運。北京嘅目的好明確，喺特朗普訪華期間，必須要確保國內信息環境嘅絕對安全，杜絕任何受外力引導嘅輿論干擾。仲有就係北京同各大城市嚴格管控無人機，甚至禁售同埋儲存。呢種極端嘅安保措施，其實係習近平向外展示佢對呢片土地擁有住絕對嘅控制力。好啦，講完習近平嗰邊，咁特朗普呢邊又點呢？佢原本計劃好嘅訪華時機，其實都係經過精心部署嘅。佢想將自己擺喺一個勝利者嘅上風位置，帶住一堆係伊朗同埋委內瑞拉嘅戰利品，去到北京同習近平做一個大交易。首先係委內瑞拉，之後係伊朗。兩個國家加埋佔中國原油入口接近2成，再加埋其他中東國家嘅4成。如果美國可以控制到成個中東石油供應，就有足夠嘅籌碼同中國討價還價。本嚟特朗普係想複製今年初突擊委內瑞拉、生擒馬杜羅速戰速決嘅模式，以為可以喺伊朗複製。咁可惜呢步棋出咗唔少嘅差錯。突擊委內瑞拉、生擒馬杜羅近乎係完美嘅。咁但係美國喺伊朗雖然成功擊殺咗主要嘅領導層，但係失去咗對霍爾木茲海峽嘅控制權。喺缺乏盟友同美國人嘅支持之下，特朗普由主動變成被動，進退維谷。全球能源價格飆升，正係打擊美國經濟。美軍嘅彈藥庫存更加係因為呢場戰爭令到大幅減少。原本特朗普係想帶住勝利者嘅身份去北京㗎，點知而家反而係要嚟揾習近平幫手。美方目前極需要北京利用對伊朗嘅影響力去解開海峽封鎖呢個死結。唔單止係外交，特朗普喺國內更加係四面樹敵。佢最引以為傲嘅關稅大棒，啱啱喺5月被美國國際貿易法院裁定係違法，甚至係違憲。加上國內通脹高企，民調已經跌至得返34%嘅新低，所以今次特朗普訪華，名義上係國事訪問，咁但係實質上更加似係一個喺內外交困之下，急需要中國幫佢喺伊朗同埋經濟問題上面解困。China still going ahead? Yeah. Which is your trip with China still going ahead? Yeah, Which sure. companies you I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We've had a great economic time. China's been great for us economically, but not for other presidents. But we've done very well with China. We're going to have a meeting with President Xi. It's going to be, I think, quite amazing. He's been a friend of mine. I've gotten along with him very well over the years. We have had no problem, and we've had no problem with China entering. And everybody said, "Oh, China, China." We've had no problem with China. 嗱，當特朗普處處表現出急於做交易嘅樣，而習近平又啱啱清理完門戶，權力極度集中喺自己手上面。特朗普呢個 deal maker 而家手上面仲有幾多張牌可以打呢？嗱，我哋再睇翻過去1年。美國政府打晒開口牌話要喺經濟上面壓倒中國，
要全世界都唔再依賴中國呢個供應鏈。咁但係實際上成效有幾大呢？表面睇，中國佔美國進口份額確實係大幅下跌。咁但係睇返細節，完全唔係呢回事。美國對華貨物逆差由2018年高峰期嘅4182億美元降至2025年嘅2021億美元。咁但係中國對墨西哥、越南嘅產品同埋半製成品加埋零部件出口，呈現出爆發性嘅幾何級數增長。其中中國對越南、墨西哥等中間產地嘅直接投資暴增。經濟學家話呢啲係去中國化嘅洗產地現象。美國海關數據揭示咗一個真相：呢啲遷出中國外溢到東南亞同墨西哥嘅供應鏈，絕大部分都係由中國企業、中國商人主導嘅華資供應鏈。咁為咗避開高昂嘅關稅，中國企業將核心嘅部件、原材料喺國內生產，然後運去越南或者墨西哥進行最後一步附加值最低嘅組裝工序。然後打上墨西哥製造，又或者係越南製造嘅標籤，再以免關稅嘅優惠賣翻入去美國市場。換言之，底層嘅供應鏈並冇離開中國，只係規避咗關稅，繞道進入翻美國。美國嘅關稅最終只係增加咗全球嘅運輸物流成本，而呢筆數最後都係由美國、歐洲、加拿大、澳洲呢啲消費者嚟到埋單。傳統光刻機使用的是深紫外光，它的波長為193納米，而極紫外光採用的波長是非常短的，13.5納米的光源，其波長差不多是 DUV 光源的1/14。集成度更高的芯片對人工智能、5G 通信、計算機性能、手機性能有巨貢獻。目前在 EUV 光刻機生產上，荷蘭 ASML 全球領先。可惜中國目前拿不到先進的光刻機，只能集一國之力與他們對抗。美國打擊中國供應鏈另一張王牌係科技戰。咁但係有冇發現，當美國科技精英仍然大談生產最頂尖嘅晶片時候，中國已經生產緊大量嘅機械人。呢啲中國機械人，佢哋嘅性能成為咗好多人嘅笑柄。咁但係其實背後反映咗一個核心嘅現象，就係科技裏面一個關鍵嘅環節係應用，亦即係要大量生產，而未必係需要最尖端嘅科技。大部分應用嘅產品只係需要用28納米以上嘅晶片就可以。喺呢方面，中國已經可以瘋狂咁量產啦。當中國買唔到呢啲頂端嘅設備，習近平就將舉國之力同天文數字嘅資本全部抌向生產裏邊。結果係中國喺車用晶片、半導體、感測器嘅產能佔比極速咁飆升。一架德國或者美國出產嘅頂級新能源汽車，裏面成千上萬粒微型控制器，好多都係依賴中國嘅晶片代工廠生產嘅。美國封死咗頂尖嘅產品，咁但係中國就直接用政府補貼、舉國嘅資源配合、人力成本嘅低廉呢啲優勢，幾乎壟斷咗成個生產鏈，令到西方工業嘅基礎零件更加離唔開中國。喺電動車嘅時代，傳統燃油車嘅引擎、變速箱呢啲優勢變成咗負資產。歐洲車企要轉型，面臨巨大嘅成本壓力。咁但係中國就擁有咗全球最完整嘅電池產業鏈，好似寧德時代已經佔據咗全球鋰電池嘅90%產能。中國電動車以價廉優勢喺中低端市場佔據住全球嘅份額。2024年全球電動車銷量超過1700萬架，中國嘅生產量佔全球接近2/3。而喺2025年，中國更加成為全球汽車出口第一大國。歐洲同日本車企處於被淘汰嘅邊緣。嗱，我哋總結一下，特朗普嘅無差別關稅政策可以講係無以為繼。第一季中國經濟增長5%，出口急升14%。香港呢，第一季經濟增長去到5.9%，
3月份出口貨值大升咗3.5%，兩組數字都係喺過去6年嘅新高。咁即係話，如果特朗普政策嘅目標係要壓制中國嘅經濟發展，可以講係完全失敗啦。美國人想盡一切辦法，想擺脫對中國供應鏈嘅依賴，咁結果發現美國人係承受唔起通脹嘅，而中國亦都唔可以冇咗歐美市場，經濟上可以講得係各有所求。咁最後我哋要問啦，唔講價值觀，亦都冇咗西方盟友嘅支持，美國喺中國面前仲剩翻幾多籌碼呢？呢集講到呢度，我哋下集再見。